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分享所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听到时代进步，其实我哋要改到传统的客家文化，已经大家人都唔知嘅嘛，贵少年去接触到。我哋今日有想来宾，其實伊唔係客家人，但是伊用伊嘅鏡頭去記錄到我哋客莊地位改創業嘅完整文化。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來自高雄嘅蔡奎謙先生來欣賞。導演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大寮的郑凯谦。我的头头话的一块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说，其实你不是客家人嘛，哈？对，我是高雄市大寮人啊。那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离开高雄了，就我到南投埔里去念大学，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去修了一堂蛮特别的通识课，它是彭国栋老师的湿地生态保育。那也是因为这堂课程，我才对生态环境有很大，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啦。那也是因为如此，我在毕业之后，其实我是继续留在埔里去工作的，而且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我从事的其实是绿建筑产业。那就是我就其实是从中文系去跳到绿建筑产业。那当时我进去，虽然我的工作职称是活动企划，但其实我是连比如说，因为他那里有一个场地需要营运，大概3.6公顷左右，我需要去管到场地的营运，我需要去做一些建案的提报，甚至有的时候也是要跑工地。那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工作是，我要去做蚂蚁防治，我要去做蚂蚁的研究，它到底是晴天还是雨天才会出来，那或是它的路径会怎么走，我们要去怎么去阻隔它，不要进到我们的室内。那其实我在这边工作4年之后，我觉得我学习到的东西好像差不多了，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出来接案子接看看好了。所以我就是用我大学开始就是累积的专业，就是我的摄影，来去成立我的工作室，来进行影像的接案。那我的影像的工作室叫做露西制作。那其实鹿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动物，那西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彭国栋老师的湿地生态保育，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我是19岁、20岁去修这堂课的，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把双脚踏进溪里面，去感受到那个温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启发，那所以我就把我很喜欢的动物跟启发我进入比较生态啊、永续环境的这一块的这一个起源，去把它成为我的工作室的名称。那为什么它叫做露西制作，而不是露西影像工作室？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从采访到编辑，甚至摄影，再到后期的剪辑，这些其实都是我是可以自己来去制作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起摄影师，我觉得我自己更像一个制作人的感觉。所以我的工作室的名称才叫做露西制作，因为我不是客家人嘛，所以我本身母语更像是更是台语那边，所以我也用台语念了一下，然后就发现 loc， 然后 loc 就很像是 locate， 就 location 的那个 locate，所以我觉得这也跟我自己的品牌精神，就是我希望跟着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可以一起找到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目的或者根据地。因为头头你都有讲到过，其实这个对你来讲，虽然讲我们在中文那边也啦，但是你看，因为开始学到湿地的保育的那一部分，然后后来真的也是在一个绿建筑的这样相关的一个工作去做过，等于就是你开始把你的触角开始延伸到这一块土地上面去了。是后来其实你还做了不少客家的一些记录的工作，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机缘下，我们可以是接触到亚位工作的呢？真正的一个机会去接触到客家文化，其实是到了我实际自己出来利用影像来接案子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好遇到了有机书店文旅的陆文君执行长，那他那时候想要拍摄山林有机书店的介绍影片，那我在这个机会我才真正的去接触到客家文化。那在那之后，陆文君执行长他有在邀请我去记录他另一个有机书店在万峦有机书店啊，那时候他们要去办一个叫做万峦火房艺术村，万峦火房艺术村。那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所以我才又去更深入的去理解到客家的文化跟精神啊。因为这算是一个归 T P 的一种介入的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认识一个文化
好，比如讲啊，可能参加他的活动啦，哈，某路讲啊，看到一点某个样样，但是其实你是去记录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事物，比如说有机书店，然后藉由这样子有机书店开始去认识这个所在。好，先去认识它的一个所在，然后同时认识它所服务的一些族群。那我们先从山林有机书店开始啊，因为算是你第一个认识客家的一个算是烂商的部分。你当初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想要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的工作？你的切入的角度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候接这个拍摄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这么多跟客家有关的东西，因为老实讲。山林连我都很不熟，很远。对，虽然我是大寮人，从大寮到山林真的很远。虽然我是大寮人，但我大概最远大概到美浓旗山，我没有再过去了。对。所以其实山林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一块。月光山是一个交界，就是我那时候想说啊，我甚至有种高雄有山林区哦。对，然后我就是这样，然后才发现，其实因为我是从那个高屏大桥那边的旁边那边，再走台29过去。你是你很特别，你绕那边的，因为我家就在那附近而已。对，所以其实我上国道或者是走平面是差不多時間。我想说，反正以前去旗山美濃我都走那一块，然後我就在那個要去左轉台29線的時候，我就想說，路牌有山林，我到那時候才意識到，高雄是山林區，對。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再去查一下，就发现哇，山林区其实它连接了很多地方，六龟啊、美濃、旗山、內門，甚至是台南的南化區，这边它都是有交界的。我们知道，所以后来我去实地了解的时候，才发现哇，就是山林区真的是被当作一个过路的地方，就其实这边它并不会有太多人在这边久留。那所以其实那时候，卢文君执行长他想在这边设立有机书店，而且一开就是我那时候是去介绍4间，那现在有6间了。其实他就是希望就是我们游客可以透过去店家去消费，那多一个方式去让他们在那边停留，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个游客的在山林区的停留时间可能拉到半天甚至1天，那就他。那再回到就是有机书店，它其实是不卖书的，它是用交换书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书店的营运。那如果就是这些游客，他可以去把这些所有的有机书店、山林的有机书店全部都走过，那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其实也是利用这个方式去拉开点跟点的距离，去串联他们。对，再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游客更认识山林这个地方，因为这蛮有趣的，像。山林它有很特别的葫芦艺术，对，那它也有就是像是它有一间餐厅叫做有钱来聊，对，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铜腕或者是古物，那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甚至也有茶树庄园等等的，对，那所以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其实我很喜欢卢文君执行长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认识一个小镇从有机书店开始啊，就是可以透过这一些我们更深入的、直接的去面对这一些商家或者是对商家他们，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再去更认识这个地方。所以从你刚刚的描述里面，我已经发现就是说，其实你的重点已经不是在记录有机书店的本身，而是记录着有机书店它所串联的。附近的不管是商店也好，人也好，它甚至是社群也好，它的一个算是等于是说，当时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它所会呈现的一些事情。那第二步就是说，因为其实比起山林来说，万峦有机书店，万峦本身就是一个更具有客家文化，就是说客家文化更浓厚，甚至是随手可得，走到那边你就可以听得到客家话，吃得到客家的食物。那这样子从山林转到万峦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应该说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比较深刻的一个改变？其实我那时候进到万峦的时候，我是那个客家的气息，我是觉得真的是更浓厚的，比起南投呢？对。那因为其实我去的是四沟村啊，那其实那时候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后风有火房。那其实我觉得。地方的长辈讲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吼风？吼风就是一堆人住在一起，叫做吼风。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真正对客家文化
更有一些认识的一个时候。那时候我采访了也是10多位的艺术家，但其实比起艺术家，他们比较像是生活家啦。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就是他们的职业就是艺术家，他们其实平常可能是自己有自己的工作，那甚至这一些艺术类的东西只是他们的兴趣。那当然也是有很深刻在这一块去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嘛。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约而同就是都有提到一个非常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那在这样的一个伙房的艺术村，或者是这四沟水这边的社区，我们把艺术转进来这边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艺术去扰动这个社区啦。那再透过在扰动社区之后，再希望再利用这个生活去创造艺术。那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嗰個其實對另外人來講嘅話，用無強嘅想法、無強嘅方式去認識人客家中，其實嘛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方式。休息下喎，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南台灣창會檢討員，同我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當初係用去記錄我哋獨立書店嘅故事。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剛剛你有提到說，其實你不管在記錄我們的山林的有機書店，或者是我們萬巒的有機藝術村的時候，因為其實你剛剛這些都是有些是客家莊啦，因為其實山林會講客家話的人沒有那麼多了吧？老一輩了，老一輩還是老一輩，因為應該是說山林區本身就是一個人口比較老化的地區，對，沒有錯，基本上我只有像是還神儀式那幾天才有遇到比較年輕的一代，對。對，因為年輕人都去都市裡面工作了，因為其實留在村莊裡面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但是就是，當你在訪問他的時候，他講客家話，你聽得懂嗎？聽不懂，那怎麼辦？對，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我會需要更多時間去跟這些長輩他們去多聊天的一個原因，因為我聽不懂客家話。那我覺得其實語言是文化的根啊，很多很文化層面的東西，我自己是講台語的，我自己知道有一些詞是用所謂的中文是很難表達的，沒有錯。那基本上他們使用的語言又是客語，他們會用客語的邏輯去思考一件事情，那他們又會直接就很像我們這種英文不是很好的，我們在翻譯英文的時候，我們會用中文的邏輯去翻譯成英文。那這些長輩其實他們也是用客語的邏輯去翻譯成中文，所以有的時候比較不是這麼的傳神，對，比較不是這麼的傳神，所以這就是我覺得他是需要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跟他們多聊聊。那抓到機會就問一下，抓到機會就問一下。那他們可能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就要黏着，就說這個是在幹嘛，或者是剛好有比較年輕一輩的，那就可以去稍微再更問他們一下，他們會表達得更再清楚一些了。因為其實後來有去記錄我哋參拿嘅算是公民宮的一個還神的一個文化記錄嘛。那是不是先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就是說這個還神的一個記錄，應該說為什麼公民宮的還神那麼的特別啊？那其實公民宮的還神儀式蠻特別的一個點，它是現在全台灣少有還是使用客語在誦經的一個地方。那其實在，因為其實我後來是有去投高雄文化局社造點的計劃嘛。其實，在計劃之外，我還有在協助他們去把他們去誦，還神儀式會誦的玉皇真經，這個請到山林區的謝茂松老師，那是使用來客語來吟誦出來。我有另外再去把這個去記錄起來。那其實山林公民宮這邊的還神儀式，它是相對保存的比較完整的。那不管是他們從一開始的恰巴宮，那到了結壇、拜天公到三線里，其實他們是相對是比較完整的。那雖然山林跟美濃他們很近，但其實這兩個地方的還神儀式已經有所不同了。那據我所知，還有他們
这些地方长老是祈老是说，他们的确这边是做的比较完整的啦。郭叔，可是问题是，当时为什么会去开始记录公民宫的环省文化呢？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那时候在记录完三林有机书店跟万隆伙房艺术村之后，就是一样志气长有请我到询问我有没有兴趣来拍摄这一个环省仪式。那个时候是2023年的年底。那我拍摄完之后，到了隔年，然后发现，这个高雄市文化局社造点它有一个计划，那我想说，那我刚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再去多做一些访谈。那时候虽然有做一些访谈，那就像我们刚前一题讨论到，就是语言的问题，其实让我当初在现场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获取到我想要的资讯，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是又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大概每个月会抽一次的时间，再回到山林来跟这一些耆老们他们去做一些聊天啊、访谈、记录这样。那回到我们当时就是说，你开始接到这个环省文化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很多的摄影师他开始在做摄影拍摄之前都会做功课嘛，好，比如说要先了解到底我们被拍摄者的背景啊、文发啦，哈，某种一个它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准备一下器材啊，甚至就是说呢记录的点。当时你开始接这个环省文化的记录的时候，你自己观察到或者你自己做到的功课，你有哪些？你还记得吗？其实主要那时候就是有看了一篇论文啊，因为不看的话，我觉得我在现场会更搞不懂，尤其他们在仪式进行当中的时候，应该是说我在仪式前，我有先去问当时的主委，还有更之前的主委，90多岁了，我真的听不懂，他们讲的比较零碎一些。你是说他用华语讲你都听不懂，还是说他用客语讲你听不懂？他是用华语讲，但我听不太懂。然后当我想要再更细问的时候，他就说你等一下参加就知道了。可我想说不行我后来要呈现的内容我很难就是单纯只靠画面去告诉大家是什么。你还记得你听不懂的点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其实他们这个仪式啊，他们要怎么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听来的。是。当我去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摆，为什么要这样用的时候，这些耆老们他们不一定可以很精准的回答出来。是，我们知道。对，他就会跟你说，你等一下去看，你就知道了。对，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放？对，那这个可能就是还是要找到比较对文化比较熟悉的老师，他们会比较理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后来真的就是现场拍。对，现场拍，然后一直问，然后问到有人可以很清楚的表达。那时候是另外再找到邱俊云老师，那他那时候是副主委，那他现在是主委了啦。他那时候是副主委，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俊云姐，就是可不可以让我采访一下？因为就是主委他们啊，就是讲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清楚啦。所以后来是真的是因为透过俊云老师这边，我才有办法比较更有逻辑、有脉络的，就把我读到的资料跟他讲的东西去对起来。那这样子来说的话，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问你，就是说，那你那个时候认为的山林的环省是到底是什么？是环什么省？其实环省在这个在我在采访主委跟那个另一位90多岁的那一个耆老的时候。因为那个90多岁的耆老他是不会讲华语的，他那时候就是全客语。对，他那时候其实就有说，有祈福就要还呐，那其实他有点像是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去向老天爷许愿说，希望今年可以丰收，可以平安。那只要有许愿，我在年尾的时候，我就要再表达我的感谢给神明。直到我很完整的参与这个还神仪式之后，其实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有点像是年尾的时候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团圆过年，就是家人一起团聚的这个感觉啦。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点就是把公嘛，那把公就是为什么叫把公，就是他就是像自己家里的叔叔伯伯。对，所以就是也是要把公请回公民宫一起过年。他们是农历11月12号就请回来了，他们到
隔年过年的天公山，他们才农历1月9号的时候，才再把土地公们、伯公们请回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隔那么久啊？对。所以真的很像是大家一起过年的这个概念。其實我繼續我哋都講，嗰種唔係客家人吼，來講我哋客家文化發通嘅時節，而很用我去說明講，你都在看到某個東西，然後而也被介紹很某嘅。那我不清楚說是不是你自己本身中文系背景的一個意思。其實你是我聽到詮釋這個文化裡面最傳神的一個。对，因为其实你真的是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把伯公请回家，大家一起团圆是没有错。我们客家有很大的2个重要的活动，祈福、还福，重点都是伯公。哦，他会以为说啊，重点应该是那个大庙嘛，不是，大庙只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没有村庄里面没有大庙，我们就结一个福坛，就是弄一个布棚，现在是简单的布棚。然后把伯公请回来，只要你有大庙的话，就是请到大庙旁边。那其实当时都不是以大庙的主神为主，其实是以伯公为主。那为什么伯公是这么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就在外面戍守我们的村庄，然后我们年头年尾请他各吃一次，就是各接受我们村民的一个供养。好，但是你刚刚有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4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里面，第一个抢伯公，第2个结坛。结什么坛？其实结坛它比较像是我要请神明降驾临坛，那就像其实我们在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我们会先通知他一声。其实结坛就是跟神明说，我们这个已经架好了，欢迎来坐，请您来坐这样。那其实结坛它又分成上界、中界、下界。对。那上界是玉皇大帝，那中界是观世音佛祖，那下界就是比较众神，像是公明宫的话是山山国王跟土地公、伯公啦。那其实主要都是以素食为主。那这个蛮好记的啦，因为天公山的时候都是吃素啦，所以基本上玉皇大帝、观世音佛祖这边一定都是吃素的。那如果在下界众神这边有拜荤的话，要再另外用另外一个桌子把贡品放在。我问一下这部分哦，这一部分，身为闽南人的你，闽南人也是这样拜拜吗？还是你没有观察到？我比较没有在闽南文化比较没有看到这样啦。就因为其实以前我们拜拜可能就是在家里拜拜，或者是去庙里拜拜。那这个有分上坛、上界、中界、下界这种结坛，然后禀告他们来做这个。其实我也是到公明宫还神这边才有接触，那可能也是我闽南那边的文化接触的不够深入了。是，对，因为其实因为我是客家人，我从小就在客家庄，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我都会觉得好像在庙里比较隆重的一个祭祀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看到一片观众朋友，我发现到讲，头人的身上有讲到啊，在结天公坛的时间，其实我有上桌、中桌，还有下桌，但是也要三个桌摆东西，其实係冇用的。很多节目我都欣赏，如果同講，休息下我哋很多节目外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真係南台灣敞開캠線上來，那現場同埋分享過，當初希望去記錄我哋嘅完成文化。其實唔同得講呢個事情嚟背後，我會發現到講，因為幾多人開始喺記錄伊啲工作嘅時間，其實會準備算是幾多嘅知識啦。嚇，希望而家地講而家講條地步，翕盲嘅東西，從頭到有講到講，天工作有雙作、中作、下作嘛，嚇。然後其實我哋雙作、中作地步，大部分都要擺在嘅啦。但是我時就講，從這家喺準備啊嘅事情嘅時間，唔同我哋講到講，一開始係搶伯公、結壇，嚇，你自己做嘛，嚇。然後最尾都開始愛拜天公。那拜天公這部分，你觀察到了什麼？那其實拜天公是往廟的外面拜。那他們在拜天公的時候，他們會送書文跟玉皇真經，那他們都是全客語在送的啦。所以這個其實也會牽扯到其他議題，是現在能送的很少。因為雖然會客語，但會客語不代表會送
玉皇真经或是书文。那其实这个玉皇真经它诵一次大概要40-50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整整书文跟玉皇真经都诵了3遍，他们才开始跋杯。那跋杯之后醒杯才可以继续往后嘛。那其实我问了很多长辈，他们都说前几年啊，有一任主委他在还神仪式的时候没有吃素，然后那一年他就怎么跋杯都跋不杯啦。那后来是场边还有另外一位在带领整个仪式在进行的这位老师，那他去跋杯才让这个仪式得以继续进行这样。所以，等于那个，其实你看到的话，一方面当然也在书文哈，都用黄真经啊部分，也能全部用全客语在念嘛，哈，全哈话的念。其实真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少了哈，尤其是你要能够把玉皇真就是真经跟所谓的书文这部分，真的是用全客语的。那其实这也凸显你刚刚观察到的，这是老化的问题。这也还得归很严重的问题啦，因为其实老化的问题，再加上没有接续的人选，其实这个文化可能到时候就会很容易就会断掉，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借由一个只听录音带，或者是甚至看了你的一个纪录片之后，他就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必须真的要现场的去跟着师傅去现场去走过一次又一次的仪式之后，这样子的东西才会传承下去。那这样子，算是把经诵完之后，接下来的仪式是什么？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三献礼啦。那三献礼就是往自己的庙里面拜，就是拜自己庙里侍奉的神明。那其实延续刚刚的我们在讲的诵经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我们叫做礼声啊。那也是因为注意到这个越来越少人可以用客语来诵经的部分，其实也是透过去年高雄市文化局这边社造点的计划，就是还有在举办这个礼声培育工作坊。其实前1-2场还有年轻人来，可是不会客语，所以后来他们也没办法跟着这个进度继续去走。那真的，但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现在就是村里有一位先生，他应该之后是可以去担任这个工作的。那其实除了礼声之外，其实我们仪式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通声、赞声跟引声啊。那通声它是在内殿里面比较像是跟神明说现在要做什么事情。那赞声它会在中殿，它会在外面的那个地方中庭啊，那它会在附送通声在里面讲的内容都一样，就只有音调会比较高，所以通声 key 不能起太高，不然那个赞声它可能会没办法把它很好的去唱出来。那引声就是跟着引声就是带领这些所谓的祭祀人员其他的礼声去做，比如说他是要上香，他可能要去洗个手或是做什么的，那这就是引声的工作。那整个回到最后的三献礼，三献礼的话，其实有的人会称第一次叫做3献，第2次叫6献，第3次叫9献。那其实这个所谓的三献礼，就是到最后它其实就是就是拜我们的宫里侍奉的神明这样子，对。所以像你刚刚描述的这个过程里面是您是从你的记录的过程里面记忆的，还是说后来在访谈里面开始去重新去诠释当时那个2天你所记录的事情？应该是说，因为在事前就有读一些论文了。那其实就像我刚刚有讲的，就是主委跟我说，等一下你现场有什么问题再来问。可是当真的整个仪式在进行的时候，我要问谁？大家都在忙，而且他们所有的仪式都是客语进行。刚那个主持人您刚讲客语，我还稍微可以抓到一些精髓，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那时候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所以其实真的是还好啦。那时候其实现场有另外一个大哥也是来拍照的，他跟过非常多的地方跟仪式。
那他就很热心的就会跟我说，现在是在干嘛？现在是在干嘛？那我觉得也是真的是谢谢当初那位大哥，就是在现场有跟我提点蛮多事情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后续就是花了蛮多时间留在地去跟这些耆老再去做更多的访谈嘛，所以才可以去把这一些可能并不是有这么现在去找到可能都是比较零碎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比较有脉络的呈现。因为其实他们的呈现的方式能够用唱颂唱的方式，其实你若不是那么的仔细去听，甚至你真的也是听不懂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后来其实因为有一些计划之后，后来你可以持续的在上面做一些访谈嘛。那这个访谈的内容是围绕着这个环神文化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个重点？其实我觉得那个更像是跟长辈们联系感情。对，因为你说实在的啦，就是我这样再去问他们，可以再问出更多更细节的仪式内容吗？有点困难。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去听他们说故事。那听他们说故事的这个期间，我觉得对整个客家文化的脉络，还有这个还神仪式，还有他们对把公的情感，我觉得后来的访谈更多是聚焦在这边了。所以当时在文化局在那边在做结案的时候，因为时间有限，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在现场能看到的是很前面的段落。对，那他们就会问我说，你这个不是还神的纪录片吗？为什么你前面全部都在讲把公？我那时候就想后面有讲到还神仪式更多的部分，但是这个仪式真的是把公其实才是真的主角了。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后来在你的一个计划里面嘛，其实后来你有去跟一些耆老的访谈嘛，然后其实访谈的内容其实比较在着重在他们对伯公的感情啊，甚至说他们对还神文化的看法。那这样子访谈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啊？像是他们就会说水灾的时候有一个先生他刚好要渡河，结果没有被冲走。他们说有人就是把拱去把他带到岸上的。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多这样的小一点点的小故事啦。那其实我觉得比较令人觉得有点感慨或者是感动的是，那时候当时的主委古天乐先生他80多岁，83岁左右，他每次看到我就都会握着我的手，然后说谢谢你来啊，就是这个还神仪式，其实他想要记录很久一段时间，可是他不会做，也不知道找谁做。但我那时候其实会觉得真的是可能真的也是有一点年轻人就是外流啊，或者是所以这一个公民宫这边的一些仪式没办法很好的去保存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那时候在现场会觉得比较感慨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其实对于贵州的地方来讲的话，然后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真的就是在地的人口真的比较老化了，他们其实也知道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现在所执行的这个文化的工作其实很珍贵，可是他们也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那包括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去有个计划去申请，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个人来帮忙？因为其实一早期来说的话，一想到请人帮忙，大概就觉得是个大工程啊，钱在哪里啊，人在哪里？但是现在幸好我们的文化部有很多的计划，其实可以让我们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让专业的人去帮助地方来记录地方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个资产。那这样子走过，不管是你自己做了文化，算是公民宫的一个还神的文化，然后也记录了有机书店，然后记录了万峦的一个艺术村。你怎么去看客家文化？我觉得可能要回到我刚刚有说的，就是语言真的是文化的根啊。就是他们其实这些长辈很有趣，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讲台语，因为我台语听得懂，然后他们其实台语也很嫩邓啊。对，也很厉害，对，没有错。但是我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可是我这个影片要用客语啦，就是不然会有点违和。对，所以。我稍微观察到一下，现在可以比较用客语去沟通、去聊天的，大概都至少40岁以上。
那参与还神仪式的人也大概就是40岁到80岁这中间，但是40岁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其实现在可能大部分还是在外地工作，他们真的可能也是逢年过节才会回来一起再参与。那我后来就发现，不管是语言的问题，或者是我想再补充一个，就是当我们3献礼结束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利用当天的猪跟羊的内脏。他们去做咸粥，跟用醋精炒下水。我那时候我吃下第一口咸粥的时候，我终于懂还神文化是什么了。就真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等到吃到第一口咸粥的时候，已经过12点了啦，可是大家就还是留在那边，然后吃着咸粥，然后那个醋精去炒那个下水，哇，真的很酸，但是真的很好吃。然后那些婆婆姨姨他们就会开始去把一些柜啊什么的，就是你带回去吃，带回去吃，带回去吃。所以其实我觉得还神仪式比起仪式的本身，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我们人对于天的一种敬谢，还有就是年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家整个家族或是整个村庄，他们一个团聚的事件。因为其实我去查资料，因为我去做的公民工程还神，它主要是山林区的月梅跟月梅里，其实2个里它人不到3000人，差不多3000人左右，但是它总共有33尊的伯公，所以其实不到100个人，他是侍奉1尊伯公的。那这个感觉真的很像可能很久以前那种大家族的感觉。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直到我吃到咸粥那一刻，我把所有的还神仪式的种种去把它去串联起来，它就是敬谢，它就是团圆。看今日节目，观众朋友认为讲这个对亚白的一个公民共也要完成文化有兴趣的，可以上面去寻一个纪录片。我相信唔可能会提供今日的导演地位，伊讲的故事，同时以及个感受到感情。今日我感谢我哋来到现场分享安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休息下我哋听我哋欣赏来共下运通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哋面书网站，还有到我哋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